早晨啊！今日咧天氣都幾好，咁今日咧就會去瀨戶大橋呢一個嘅區域嗰度去玩嘅。咁嗰度咧就係一個叫沙梨島嘅地方，咁就唔需要出海嘅，係啦。咁啊搭 JR 過去，跟住然後咧再搭巴士過去嗰度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咧今日就唔需要搭船啦。咁啊頭嗰班車咧其實係6:05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呢個真係太早啦，實在。咁我搭8:7嗰班車，係啦。咁而家咧我就出發去嗰度啦。好啦，而家有版出啦。咁而家就等8:35嘅車咧，咁就出發去瀨戶大橋嘅區域啦。咁但係而家咧時間其實尚早嘅，睇下會唔會有啲 convenience store 買少嘢食先。咁咧七仔咧買一個菜肉包咁，冇菜嘅，得肉嘅啫。咁佢有落到少少黑椒嘅，咁但係就冇乜黑椒味嘅。個豬肉啦，係啊。咁食完之後咧，咁佢係有啲肥膏咁樣都喺度。咁啲肥膏咧係有少少甜味。如果以一個71嘅質素嚟講嘅話咧，咁我覺得係 OK 嘅，係啊，唔差，可以試下。瀨戶大橋係世界上最長嘅雙層橋，全長12300公尺，一層係俾車行嘅路，而另一條係俾 JR 行嘅鐵路。除咗連接住日本中國江山縣嘅倉敷市同四國鄉村縣嘅板出市之外，仲有呢兩個市中間總稱為魚島五島嘅貴石島、鹽黑島、宇島、瀨居島同沙梨島。未有大橋之前，主要係靠魚高連絡船通往兩地。聽呢個名都會知道，航班係連接住江山縣嘅雨野港或者鄉村縣嘅高松港，船程大約1個鐘。不過因為一次事故，大大增加咗起橋嘅誘因，直航嘅船都因而喺往後嘅日子被廢除。時間翻返去1955年嘅5月11號，發生咗一單慘絕人寰嘅海上意外，係國鐵戰後5大事故之一——魚高連絡船紫雲丸事故。clarify 少少先，戰後係指1949年嘅6月至1987年嘅4月之間。國鐵係公共企業，日本國有鐵路，佢係 JR 嘅前身。你可能會問船關國鐵咩事？呢一點我都唔知。總之船嗰時係由國鐵管嘅。清楚晒啲名之後，可以繼續講翻事故啦。事源係載有800人嘅紫雲丸同大型貨船相撞，導致168人罹難，其中101個係去緊學校旅行嘅中小學生。呢單悲劇促使咗日本政府喺1961年制定體育振興法，每一間中小學都要起泳池，同時將游水變成必修科。聽完咁沉重嘅故事之後，等我講個笑話緩和下氣氛先啦。日本嘅年輕家庭係唔存在女朋友同阿媽跌咗落水會救邊個先嘅問題，因為理論上佢哋都識游水嘅，唔使你救。講翻條大橋先啦，大橋喺1978年開始施工，1988年嘅4月10號正式開通，只需要20分鐘就可以通往兩地。國鐵都決定喺大橋通車嘅前一日4月9號將魚高航線停航，正式完成咗歷史嘅任務。而今日會去嘅展場沙梨島同埋瀨居島原本都係離島嚟嘅，因為60年代後嘅填海計劃分別喺1967年同1968年完成填海，連接四國本島，所以可以靠陸路進出。啱啱落咗車啦，咁啊去一個藝術館前面呢，就停低咗咁樣嘅瀨戶大橋個 area 一個美術館嘅，係啦，跟住咧有其他幾件 artwork 咁樣。咁咧我哋係要坐翻5點幾嘅車咧就出翻去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而家咧就9點都未到，係啦，8:19啫。5點鐘嘅話咧應該夠玩得晒嘅。右邊呢一個入口呢，就係瀨戶大橋紀念公園。橋呢，其實就係連接住鄉村縣同埋江山縣呢一兩個島，中間呢，其實都會有好多群島嘅。咁佢哋其實呢條橋呢，就係連接晒所有中間裏面嘅一個島啊。呢個咧雖然唔係今次藝術節嘅展品啦，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其實都係一個 artwork 嚟嘅，個名咧就叫做天之泉。咁你唔好見到咧有好多唔同顏色咧，以為彩虹橋咁樣咁唔老禮，咁其實唔係嘅。其實咧佢就係講翻起咗呢一個
紀念公園咧，其實就利用咗佢嗰啲線纜接駁電嗰啲電纜咁樣，咁所以就整咗呢一個紀念咗瀨戶大橋起好咁樣。呢個 art piece 啦，8人9腳啦，咁其實可以坐8個人啦，跟住然後咧下邊咧有9隻腳咧做支撐咁樣，嗰啲腳咧就卡拉嘅，一個向前，跟住隔離嗰個咧就向後咁樣，咁又係好正嘅一個作品啦，擺喺度，然後咧就可以望住出邊咁靚嘅海，望住咁靚嘅瀨戶大橋啦。咁對面咧係啦，你去到盡頭咧，其實嗰度咧就係江山園，咁啊就出名整牛仔布嘅一個地方。I understood that reference. 呢一度咧都好多一家大細嘅家嚟玩啊！公園嘅對面咧，呢度咧就有個大球場啊，應該有幾個嘅足球場添啊！呢度都可以容納到。到咗呢個東山魁夷美術館，美術館出邊都幾靚。我發覺咧，日本嘅美術館咧好中意用一啲幾何嘅圖形去砌出嚟。咁睇完個展覽啦，咁其實好少嘅啫，個展覽就2層，首先喺下層先嘅，其他幾塊屏風夾埋一齊咁樣。咁呢啲屏風係木做噶啦，係啦，跟住然後咧佢係雕翻啲紋出嚟。咁呢一樣嘢係好犀利。咁上邊咧就係以一個花嚟做一個主題嘅畫展嚟嘅。咁其中2幅畫咧就係用咗莊周夢蝶呢一個主題。原來都有呢啲咁樣嘅運動咧，咁啊打 golf 嘅，我都第一次睇。咁呢個 piece 叫做階層、地層同埋層啊，咁你見到咧會慢慢行上去嘅。咁呢一度試一試行上去啦。試一試，哇！呢度好窄喎，有冇人挑戰會用嗰啲單車嚟咩啊？咁應該仲有登頂嘅，希望個位高咧發作啦。咁我費事行晒上去啦，我就好突發啦！突然間食嘢，因為街邊見到個鋪頭啊，一個士多仔咁樣，咁有烏冬啊，咁啊對住個海嘅，係因為咧係個景啊，所以咧我就揀咗喺呢一度食嘢。喺海邊食烏冬，好似睇落好 chill 咁，但係其實嗰度好大風啊！長頭髮嘅人咧，應該就會明白。食完啦，好唔好食咧就評論啦，因為呢個好明顯係食個勁嘅嘢。咁我哋而家繼續咧去下一個嘅 artwork 啦。瀨戶內海喺繩文時代已經出現，低地因為海水淹沒，突出嗰部分就成為咗島嶼。呢件作品係用一間舊屋，地下有個魚島、五島嘅模型，加上一啲音樂、大海嘅投射影像同埋舊物件，等大家感受瀨戶內海嘅過去同現在。有尷尬嘅時間呢，係啊，差唔多12點咧先有程。咁而家咧去翻嗰個紀念公園嗰個站嗰度等，係啦，咁啊又行下咁樣，可以消磨下時間。既然有個藝術節嘅特急班次嘅，咁我又好慶幸咁樣搭到，係啱啱好啊！真係。而家咧就係去咗一間中學入邊咧，今日睇藝術品。咁呢個成個計劃咧都係叫 Step Yes 咁樣，係啦。咁而家咧就入去裏邊睇。佢呢度咧係 based on 一個寓言故事 gen 一個 game， 咁但係咧我唔知個 controller 喺邊度，咁所以玩唔到。喺呢間中學入邊，我特別中意呢2件同繩有關嘅作品。呢件喺走廊嘅 artwork 係透過電風扇綁住條繩，令到條繩震動，不禁令我聯想以前 physics 讀 wave 嘅日子。而另一個 artwork 係天台，有一條見唔到盡頭嘅線，同天空連成一體。睇完啦，今日晚又爆咗城。
我而家情況係大風仆街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我 lunch 其實都仲未食嘅，就係咁。而家咧喺呢段途中咧，就行翻出去啦。咁佢不過佢寫係15分鐘嘅嘢，咁我哋就行過去啦。本身以為呢一個咧賣1000yen，貴咗少少，話薯餅即刻鋸翻。好啦，咁而家食完嗰個包啦，咁其實就係咧炸魚柳包咯，係啦，同埋炸薯餅咯，特別就冇乜特別噶啦。咁但係啲魚咧就應該係當地嘅魚嚟嘅。我而家行緊嘅方向咧，原來遲少少咧有間幼稚園，係啦，咁都係呢個 CES Project 嘅其中一個場地嚟。咁我哋咧喺幼稚園咧繼續睇下佢啦。老實講，頭先睇嗰度咧都唔明，因為佢個 content 係日文啊，係啊，佢出邊啊有啲簡介講俾你知咧，其實佢有英文 translation 嘅，不過都麻麻地噶啦啲 translation 咁樣。第二個場地啦，幼稚園。呢一件作品係關於回憶嘅故事。藝術家中崎透本身喺瀨戶居生活，後來大個咗搬出去第二度做嘢。佢一次翻返去瀨戶居，見到一班對呢一度好有興致嘅遊客，於是佢就問佢有咩咁 impressive。個遊客答翻去喺山上邊見到個景好靚，佢心諗其實冇乜大不了啫，以前佢都成日喺山上邊睇噶啦，先發現原來一直忽視咗身邊嘅嘢，其實係可以好美好嘅。咁睇完個展啦，而家咧就去小學嗰度。呢間小學嘅主題叫 Still Life， 喺呢啲 artwork 入邊，所有擺喺台面上邊嘅都係大自然同生命嘅元素，但同時都係代表緊死亡同埋冇動態。而家咧就去北浦，係啊，即係繼續行入去，不過呢度咧都想講一講咧，就係好少休息嘅地方，有啲好攰啊，基本上想坐下正正經經食餐飯咧係冇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幾攰。我一入到嚟呢間屋嘅時候咧，已經俾啲畫咧吸引住咗啦。佢用一啲好大膽嘅筆觸啦，表達緊一啲好大膽對身體嘅一啲主題。我嗰時諗緊，其實呢件雕塑作品係咪望住頭先嗰件作品，望瀨戶大橋的小女孩？而到呢件作品啊，喺呢個角度睇咧，就會好似見到一個手臂同埋一個拳頭。啡色嗰 part 就係手臂，而石頭咧就係代表拳頭。搭翻車出嚟版出啦，咁喺度揾啲嘢食先，因為真係好肚餓，我已經係好攰，已經冇乜能量喺度，喺車度都瞓咗一陣。揾到有間5店開嘅，係啦，咁好似幾好啊，食蛋包飯咁樣。咁喺呢度 hea 一陣先，揀咗第二間啊，唔去食蛋包飯啦。因為見到咧嚟緊呢一間咧係話係一個 resident 自己開嘅，話已經有人入咗去，同尋日一學嘅情況差唔多。我想講咧間嘢咧，真係超抵食。我頭先食嗰個餐，嗰個定食啦，650 yen。我嗰時係咪？哇！我係咪睇撚錯咗？我見到個餐牌係咪係咪寫咗啲咩不明文嘅規定啊咁樣？跟住然後真係埋單，真係650 yen。老實講啦，因為佢其實咧有一加飯嘅，咁我加咗大嘅。係啊，因為我有信心食得到嘅，咁但係大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多嘅啫，因為而家咧其實我都仲肚餓嘅，咁我唔理啦，我翻咗去高松先，係啊，先再決定再食唔食嘢啊？呢一個雞咧，其實我喺東京食嗰個咧，其實差唔多嘅，
佢哋啲雞嘅啲定食咧，好似都係冇乜味咁樣。咁但係唔係唔好食嘅，係啦，只不過可能冇乜味，係啦。咁但係佢炸咧，其實個炸漿係好薄嘅啫，基本上冇乜機會係可以分離到個肉同埋個炸醬。咁我覺得炸嘅嗰 part 係幾好。咁其實整體都真係好抵食咯。因為我0幾分嘅時候咧，已經見到有人入咗去，心諗話咩料啊咁樣。跟住然後我入咗去坐咗大概5分鐘度，跟住然後話有人要係等位，係啊。咁當然啦，有一台去 reserve 咗，咁所以佢唔開放俾佢哋入去啦。